真侪乡亲啊来台北大巨蛋来看这演唱会，还是看棒球也好，真正骑奥多拜。过去呢，足省的，停一工20块。不过呢，对今日开始的停车费啊调整啊，1点钟10块，而且呢，规日的上悬，你可能停一个奥多拜啊，爱开到240块啊。 便拿台北的大巨蛋举办演唱会或者是球赛，拢会起因上万整条。因为大巨蛋奥多拜的车位真少，大家小在抢车位，也真早开场进前的竞扫战。也毋过未来特别起价咯。原本大巨蛋的机车停车场停一整天只要20元的铜板价，但从5月1号开始调整费率，改成按时计费上限。现在来到大巨蛋，价少已经起悬，第1点钟10块。 了后每半点钟以5块来算，一直踏起嚟，而且无前崩。也就是讲，一工大概上悬都要24，加过去来比，直接翻12倍。半小时5块应该也还好，这附近应该也没有其他停车场，这边应该停是最方便的、就你如果停这里要看电影，就直接上去。他本来就可以按照他想要的价格去调整，就看大家要接受的。来看附近奥多拜停车费的行情。 隔壁的台北文创大楼，单日一改20块；附近路边的停车价也是维持一改20块。就看你是要省钱，也是省时间。应该还是会吧，就方便为主。就是选择停在别的地方，走路过来。这个那奥多拜的停车费起价，汽车假日到活动节，停车费也对1点钟70起到80。 租金介绍甲方便性，变作取舍，都看民众家己按算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